講到這中聯油品裡的這個油呢，驗出到苯偏比這款的致癌物，食藥署公布上屆新預防性落架清單，增加169項，當中有401項產品。衛福部長趙忠良在今仔日也針對政策改來改去，向大眾回釋咧。那在野進前，執意中央一開始是想要暗崁，那行政院長杜永泰也有反駁。另外，總統賴清德佇咧民進黨的中常會也強調，食安問題完全無討論的空間，就要檢查嚴辦。中聯油品致癌物案槍槍滾，高雄市衛生局初步再公布新增加29間業者使用着問題的油，其中包括出名的品牌西提、多班歐、瀚海海港、旭日等，影響着49間業者。衛生局已全面展開清查，釐清第三層及以下相關業者使用狀況。另外，台北市衛生局查到南橋醫師使用問題油的7項西施油品，小胖老爹雞肉錢錢櫃好樂迪全聯清華酒店等。食藥署嘛公布上新預防性落架清單，增加169項，總計是401項產品。不過，中聯廠商泰山隨即再通報，各一批油品驗出苯偏比超標，當日追查配合，同時陣消費總計10棟涉案的油品。規食安問題繼續增加，不過過程政策一再改變，初步立委直直追問之下，衛生部長涂改表示歉意。真的覺得不需要道歉。我們依法行政啊，那在這當中如果有風險的溝通上，對大眾的溝通有不足的地方呢，我們來改進。所以你不道歉，政策一變再變，不道歉。這個政策的改變啊，造成大家的困擾的部分啊，那麼這個我願意為這件事情道歉。下游廠商360家去盤點出來有232項，衛福部跟消委會一一去盤整，一定是耗費功夫，而且也無法實行。那在同樣講，他們就決定即刻要求全力下架，所以沒有所謂代表。面對在野黨質疑，政府頭一時間咧暗崁，行政院長杜永泰出面反駁，講會檢討業者自主通報機制，同時嘛展開司法甲行政調查。總統賴清德嘛佇民進黨中常會強調食安完全無妥協的空間，要求追究責任絕對無寬容。不過嘛有無辜的業者受害。這個飯糰有涉及到使用這個不當的油品。那跟我們本店門市所使用的這個所有的販售油呢，是不同的供應鏈。因為查到真多超商的食品用到問題的油，包括林聰明雞肉飯圓、富航豆奶經典飯圓等等，引起民眾不安。林聰明刷過魚頭，業者趕緊回話講，問題的原物料甲油品供應的無同，請消費者放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